我哋首先為大家介紹今日嘅對賽隊伍以及雙方嘅辯論員。甲方係辯論會友，主辯及結辯為張介聰，一副余維龍，以及二副莫曉儀。乙方辯論會有主辯及結辯楊展康，一副馬詠琳，以及二副陳其康。接住落嚟，我哋會簡單宣讀賽規。今日嘅賽制為4-3-3-4啦，中間有2分鐘嘅盤問時間，以及自由辯論。我哋喺每個環節完結之後咧，會有一個即場嘅投票嘅，就會即時分對位嘅勝負啦。大家就可以喺 Kahoot 嘅透過進入我哋嘅 Kahoot 嗰個Kahoot pin 咧，就可以咧參加呢個即場嘅投票啦。咁我哋贏咗嗰方咧係要入會嘅。各位辯論員發言之前需要先向主席示意啦，各辯論員須於鳴鐘後開始發言。咁喺發言時間完結前1分鐘，計時員將鳴鐘1次。以是發言時間即將終結，喺法定發言時間終止時，計時員將會連續按鐘2下。示意辯論員須盡快總結其辯論演辭。喺法定時間終止15秒過後，計時員會連續按鐘數下。係啦，咁發言時間就結束。好啦，請問雙方對賽規有冇任何疑問呢？好，太好啦！如果冇嘅話咧，為鼓勵快樂辯論，對賽雙方需要喺比賽開始前及結束後飲杯，所以而家先請雙方飲杯。比賽現在正式開始，首先有請甲方主辯，你有喺比賽正式開始之前咧，我哋會有試咪嘅環節，我哋會按照發言嘅順序去試咪啦。首先我哋有請甲方主辯。最早各位大家好，咁呢個應該可能係咧大家有史以嚟見過咧狀態最差嘅張介聰啦。雖然而家呢刻咧應該比起在之前同我哋講唔好意思啊，我把聲變成咗咁樣，嗰個張介聰咧其實已經好咗好多㗎啦。亦都可能因為咁咧，所以講好咗嘅竹葉青咧而家變成咗個解茶。咁所以我記得反方友方嘅好朋友楊展康咧就有一個嘅能力，就係聽聲咧可以判斷嗰個樣咧係如何嘅。咁可能呢刻咧佢聽我都覺得張介聰似係嗰啲整容失敗咁樣啦。但係呢把聲咧係令到我咧係有一個嘅思考嘅。我呢度有好多人咧有教練啦，例如入班啦、入隊啦。你哋有冇時候咧喺成大班嘅唔同嘅同學仔裏邊咧入到去，見一堆唔同嘅同學，叫佢哋唔同嘅人去講嘢答問題，然後裏面有啲同學仔咧起身講嘢咧，佢嘅演繹、佢嘅表達係一直你點教極，你都覺得佢唔得。佢嘅聲永遠叫極佢大聲啲，佢做唔到。叫佢要講快啲，佢係要做唔到。仲可能佢永遠都係個 pattern，你叫佢有多啲嘅起伏，佢係做唔到，就係做唔到。我以前覺得咧，我對於呢啲同學仔咧都好有體諒嘅，因為我不嬲咧創立咗一個叫做揸筷子理論。揸筷子理論你好簡單咋，在場有冇同學仔啊？有冇人啊？你哋係會俾屋企人嚟點咧話你哋唔識揸筷子咁樣㗎？有冇㗎？你哋都有啲嘅。我咧就由細到大咧都俾人哋話我唔識揸筷子。我阿爸、我阿媽、我哋每個親戚埋親年一路都教我學足幾十年都仲教緊，我都唔識。咁我就好簡單，你知道咧，同自己講就係、有好多嘢，每個人各自有自己得同唔得嘅。有啲自己覺得好簡單、理所當然嘅事情，唔係每一個人都能夠做到。但係哪怕喺呢個理解之下咧，我都好真實地諗如果有一個同學係咁差嘅聲咧，有得揀我唔會揀佢上場嘅。但係呢刻我冇得揀，我上咗場啦。咁所以我嘗試都會同自己講，我希望努力地用自己最好嘅表達啦，最好嘅即係呢個聲啦，然後嘗試更加可以希望透過我哋所信嘅內容，去令到你都相信我哋所講嘅嘢。多謝各位。
而家有請乙方主辯。試咪。好，在座各位大家好，試咪 OK 都有咪。在座各位大家好，咁首先好開心啦，大家可以嚟睇我哋呢一場嘅表演賽啦，亦都要好辛苦賽會真係安排咗一個咁樣嘅場地同埋咁樣嘅契機俾我哋雙方咧可以交手，咁係好難得嘅一個比賽。在座各位可能都有好多辯論員啦，又或者可能啱啱比完賽啦，又或者就算冇比賽都好咧，都係心醉辯論先會嚟睇呢一場嘅比賽。雖然人未必係好多，咁但係咧，我喺度想分享一樣咧，係我自己做咗教練以嚟，我諗都10年啦，啱啱今年最近嘅一個經歷。咁係一個聖保羅嘅同學仔，佢啱啱今年 Year 1啦，咁去咗英國讀書。前排翻嚟香港同我哋飲完酒、玩完啤牌之後咧，佢無啦啦咧好煽情咁樣 WhatsApp 打咗一段千字文俾我。佢嘅內容大概係話，我以為佢同我表白嚇死我，但係咧原來佢嘅內容係同我講話咧，佢喺去咗英國自己一個人生活之後咧，發現好掛住辯論嗰段時光。有陣時候自己佢打開一副嘅，會自己無啦啦打3分鐘嘅一副咁樣，好似傻咗咁樣啦。又會發現自己咧原來有好多思維同埋好多表達方式咧，原來都係受即係喺辯論嘅時候可能係我教佢啦，又或者同佢講點樣影響，同埋佢好掛住當其時嘅隊友啦，同埋好掛住當其時嘅教練。原來即係喺中學畢咗業之後嘅辯論員啦，又或者係你上咗大學，甚至遠離辯論嘅辯論員嘅視覺係咁嘅。佢記得嘅永遠都係一啲回憶啦，佢點樣令自己進步啦，點樣喺大學嘅 interview 嗰度 present 得好好啦，又點樣同隊友呢啲拼搏嘅回憶。所以如果大家係因為辯論一時失利，或者打得覺得自己表現得唔好，或者未進步到咧，其實唔需要介意一時嘅輸贏。反而原來你過咗一段時間回望咧，伴住你記得嘅呢一啲，原來係一啲記憶。咁我聽完都好深深感觸嘅。我覺得辯論可以，即係佢即使唔能夠令我大富大貴，賺到好多錢，但係呢一種精神上嘅滿足、知識上嘅增長咧，我覺得係辯論教義嚟講最重要。咁亦都係希望各位辯論員咧，唔好淨係顧住輸贏，都可以睇下辯論以外其他意義。多謝。現在有請甲方一副。試咪，在各位大家好。咁聽到楊總啱頭先講嗰個學生嘅情況咧，我覺得佢真係傻咗，其實唔出奇。打辯論嘅人真係我感受上面咧，好多人都係唔係太正常。尤其係今次同張介聰一齊做隊友，就因為以前冇機會同佢一齊開會嘅，所以就唔知道原來佢係咁唔正常嘅，即係有少少感覺嘅少少。但係同你開會就好切身咁感受到，唔好意思有啲太頻到嘅時候。咁所以就不過可能呢件都係好事嚟嘅，所以你唔好介意自己去，或者可能英國嘅情況複雜啲啦，咁所以逼到壓力太大。我都俾張介聰逼到壓力有少少大，咁希望陣間唔會太失準，希望你可以幫手啊！唔該晒，多謝大家。現在有請乙方一副。試咪。在各位大家好，咁首先咧都要好感謝飲杯嘅籌委嘅。咁點解咧？因為首先辛苦你哋琴晚即係熟嘴拳都仲可以搞到啦，我真心敬佩嘅。因為我咧如果係我嘅話，我應該係搞唔到嘅。咁同時第二咧就係都真係要辛苦飲杯，因為我咧今年都係有參加呢個飲杯嘅。咁輸咗之後咧都仍然可以翻上嚟，可以再打一次咧。我唔記得咗俾咗幾多錢參賽費用啦。咁但係起碼有得再打。係600蚊係咪？我唔記得咗啦。通常都習慣唔俾錢。咁係啦，咁所以就係好榮幸嘅。嗱，大家見到身後呢一個點解兩隊個名咁相似咧？咁其實我都係有呢個係始作俑者之一嘅。咁你要解釋一下，其實點解會咁樣咧？因為我哋台上咧6位嘅朋友入邊咧，有5位咧都係我哋嘅一個自組隊，叫做辯論會友或者叫做辯論會友啦，因為想食晒兩個字啦，咁樣去變出嚟嘅。咁呢一個點解今日會騎劫咗飲杯咧？就係承蒙張介聰先生嘅提議嘅。咁我覺得咧即係好奇妙嘅咁個感覺企喺呢度，即係除咗有辯論能夠會有辯論會，大家都係辯論會嘅朋友以外咧，我覺得令到我有第3個含義啊，就係辯論咧原來係
會令到大家都會成為朋友，因為我相信喺台上面咧資歷最淺嘅一個後輩啦，咁能夠係好榮幸地同我嘅師兄啦，同我以前嘅前輩啦，或者好敬仰嘅辯員啦，甚至好嘅對手啦，一齊企得到喺呢一度打呢一個嘅表演賽咧，相信都係一個好值得記住嘅一個時刻嘅，咁所以希望咧，如果我陣間打得差嘅話咧，唔好介意，係啊，感謝大家。現場有請甲方二副。試咪，咦，今日真係同你一樣高，使唔使夾咪？係大家好啊，咁時間咧過得好快，闊別我上一次作為張亞聰老師嘅學生咧，已經係6年前嘅事，好似唔止係6年前，係7年前，係啦。咁我上一次作為馬詠琳嘅對手咧，都係5年前嘅事啦。咁係啦，你唔係呢度資歷最淺嘅後輩，因為我同你同屆嘅，所以希望大家搞翻清楚。係啦，咁。而闊別我上一次我翻嚟中大咧，好有感覺係因為我都係中大畢業嘅。喺我中大畢業咗之後咧，已經過咗年半啦。作為咗寫足年半嘅呢1年半入面有乜特別咧？就係、我都闊別咗辯論好耐冇參與過真正嘅辯論比賽啦，同埋辯論活動。咁所以咧，今日我喺呢個台咧，就最主要嘅目的咧，就只有一個嘅咧，就係、飲酒係啦，因為有免費酒水咧，咁就開心可以同大家打辯論咧。咁另外咧就係、上年咧都喺飲杯上面咧就輸咗俾陳其康先生啦。咁希望今次可以再俾佢打敗一次啊！多謝各位。有請乙方二副。時咪嘅，係事不宜遲啦！我哋而家即將開始比賽，多謝各位。好，比賽而家正式開始。咁我哋首先有請甲方主辯，你有4分鐘嘅發言時間，準備好請先向計時員示意。一叮過後咧，我哋倒數會開始辯論比賽咧。呢一個串嚟喺我哋辯論世界嘅主軸咧，限制係會多到好多辯論員由曾經相信真理越辯越明，到後來係好真心地相信真理唔係越辯越明。我係信嘅，因為我覺得我係一直做緊辯論而罪不而成嘅。但係點解大家會咁諗呢？先問在座各位一個問題，我想問你哋大家咧，在場咁多人，打咁多場面。你對上一次你哋打嘅內容，你哋嘅主辯就出嚟唔係講我哋支持，我哋反對，因為以下2個原因。你對上一次唔係打2個原因，係幾耐之前？但係在座各位，我哋知道人世間好多唔同嘅題目問題，往往最終只係需要一個答案，亦都只應該集中於一個答案。但係我哋就往往會有呢一種嘅限制啦。所以今日，我哋以下4個1去梳理我哋今日呢一個答案。首先係辯論嘅唯一意義，唯一意義就一定要係具有可辯性嘅內容先有討論嘅意義。如果再係指醉酒辯論啊，咁我會陪埋你反對嘅。如果再係指唔清醒就一定係指好清醒咧，我陪你一齊反對嘅。咁點先係醒同醉喺呢場比賽應有嘅有價值嘅討論咧？嗱，醉字咧拆開咁睇。右手邊個卒字，大家有冇諗過其實咩意思啊？卒係指直到最後，係指貫徹始終，係指從一而卒。沉醉於辯論就係指每一位你哋細個都仲係一個小小辯論員嗰陣時嗰份初心係咩啊？講心聲咯，講道理咯，醉心於你認為最真確嘅道理，沉浸於嗰份你真係覺得一定要講嘅價值。在座各位結辯應該係有呢個嘅體會嘅。醒咧，真正嘅意思係醉解也。即係指脫離咗醉嘅狀態就係醒啦。嗱，我哋引申嘅咧就係各位辯論員大大，你哋而家每一次打比賽嘅時候，各種清醒嘅衡量，各種好醒目嘅計算。第二個1係而家我哋成個辯論界大家各種嘅一個現況嘅反思，就係太清醒咯。嗱，你每場打啲咩咧？大家通常咧就會諗啦，時間限制啦、賽會背景啦、評判嘅口味啦。諗下到底嗰樣嘢容唔容易揾資料，容唔容易論證？喺主辯一副二副之間容唔容易有延伸，定係不斷會重複呢？呢
啲咁多嘅清醒計算唔係錯㗎，從來都。但係如果令到我哋上台嗰刻，我哋講嘅時候，我哋會唔敢講我哋真係最確信嘅，咁呢個係咪太過清醒而應該要聚一聚翻呢？所以今日我哋喺呢度好簡單問下大家咯噃。如果你哋頭先一開始我問起你嗰兩個論點嘅情況之下，你諗翻係真係有試過呢啲明明得一點，我夾硬湊多點出嚟噃，又或者將一點拆開兩點嚟計喎。例如你哋華英阿賴楚賢先生話俾我哋知，全部以上我哋講嘅佢都有。最近嘅上年嘅學界決賽，今年嘅基杯四強，全部都係咁嘅情況，然後俾評判批評，佢都後悔㗎。咁今日想問下啦。如果喺咁嘅情況之下，我哋係過於清醒，係咪應該要移罪呢？第三個係一堆唔同嘅辯題反思同選擇。我帶莫曉儀打過一次嘅基扶輪杯嘅土地辯論賽。土地辯論好多題呢，大家最擔心，市民最擔心係官商勾結。但係辯論界別，我幾乎未見過有人拎官商勾結出嚟做一個主論點，因為太難論證啦，驚評判唔中意。但係成個社會真正擔心嘅，我哋作為辯論員反而唔努力用我哋嘅專業同埋時間去準備，而我哋揾我哋最易行嗰條路，嘗試要趕得到評判嗰一票翻嚟，係咪真係太過醒而唔夠沉醉於我哋嘅初心所信呢？所以我哋見到就算係我哋打社交媒體實名化，我哋會選擇咗打可行性，而未必去打我哋真係相信嘅網上嘅地方係點。所以剩低就係呢一個呼籲啦。到底各位未來你哋會選擇去打我哋信嘅努力證明，定係揀最行打嘅努力？多謝各位。甲方主辯嘅發言時間為4分13秒，無超時。現在有請乙方主辯，你有4分鐘嘅發言時間，準備好請先向計時員示意。試咪，可以。在座各位大家好，有方對罪嘅理解呢，就我哋要揾最深嗰個答案。但係有方嘅主辯呢，正正表現咗佢係一個好清醒嘅人，因為正正佢咁清醒，佢先可以將我哋唔同嘅問題梳理得咁清楚。呢一點呢，其實正正係宜勝不宜罪嘅最佳證明。嗱，不過啱啱有方嘅主辯咧問過大家辯論點樣打，當初一啲反思，你上次講到個論點係點？我不如又問下大家個問題：你哋第一堂學辯論嘅時候係學咩啊？學定義。嗱，辯論嘅本質最簡單係你維護己方嘅立場嘅情況下，以理性說服對聽眾去接受你呢一個咁嘅觀點。同時，你亦都係即係雖然辯論充滿對抗性啦，但同時你亦都要保持理性、冷靜、有邏輯、資料、情感去理順每一個論述。所以我哋搞清楚第一個問題定義先，醒同埋醉咧喺呢條辯題底下本身係一個相對嘅概念。而我哋睇翻字典，我哋講緊醒咧係一種生理同心理狀態，講緊人嘅頭腦保持清醒，對外界資訊非常清晰，能夠處理各種資訊、推理、回應，呢個先係醒。至於醉咧，就並唔係啱啱有方咧偷換概念嗰種迷醉或者心醉嘅意思。因為從定義角度去睇咧，你醒同埋醉嘅相對概念。我想問啱啱以有方你最深嗰個定義，相反係乜嘢咧？係點樣為之醒咧？其實係唔好揾到個相反點嘅。所以點解有方主辯先會咁清醒同我哋論述咗4個1出嚟？呢個就係有方成個定義最大問題。嗱，真正嘅醉睇翻字典咧，原來係受外界嘅一啲物理刺激影響，例如係酒精，令你嘅中樞神經系統咧受到降低，判斷力、記憶力各種咧有衰退。呢一種咧甚至有情緒失控狀態先會醉。嗱，所以我方立場好清晰㗎，各種辯論咧都應該要清醒，唔應該醉，更加唔應該涉及任何酒精。我方衡量辯題準則在於，到底保持清醒能唔能夠貼近辯論嘅本質，從而咧令我哋係做更多有意義嘅思辨。我方贊成乙方立場有2個原因。第一，維持一個肅穆嘅形象，保持專業性。嗱，我哋可以知道咧，平時酒精呢啲情況，你會出現咩場合咧？例如，我哋會喺酒吧啦、私人場合、派對會出現。通常我哋話買醉咧，你係唔希望自己清醒，係希望脫離理性咧，從而令酒精麻醉你，令你感到一絲愉悅。但係咧，辯論恰恰相反，因為我哋睇翻，無論係學界辯論嘅場景啦、政策辯論啦、議會甚至法庭辯論咧，呢一啲都需要理性、制度化去約束我哋。嗱，例如學界辯論為例啦，我哋知道牽涉好多未成年嘅同學仔，酒精本身就排除在外，就好似啱啱去年聯中工作人員
喺主持比賽嘅時候飲用酒精，大家都會覺得不妥，因為會破壞咗比賽嘅專業性。但更遑論，如果喺法庭同埋議會上，你見到一個議員，見到一個律師，佢滿身酒氣，即使唔係爛醉，佢好迷醉、好陶醉，好似有方主辯咁迷醉都好，其實大家都會覺得佢欠缺咗專業性，覺得佢唔尊重個場合。由此可見咧，酒精係會破壞成個辯論最基本嘅氣氛同意義。第二，保持清醒係維持你基本嘅身體機能同埋維持理性嘅工具。但根據世界衛生組織嘅標準咧，唔知大家知唔知一杯啤酒咧5%嘅酒精濃度咧，如果迷醉辯論嘅楊展康飲咗咧，已經會足以令佢成為一個胡言亂語嘅酒鬼。因為辯論咧講求最簡單嘅3樣嘢：聆聽能力、語言組織同埋情緒管理。如果佢飲咗一啖啤酒咧，只有0.03%嘅酒精濃度咧，佢已經會聆聽能力下降，連啱啱有方主辯你嘅清晰內容都聽唔到，連最基本聆聽能力都喪失。嗱，如果佢再賽會邪惡啲，宿醉嘅賽會嚟同佢乾多一杯咧，佢就會開始出現語言能力喪失、邏輯能力褫奪，咁佢會點咧？原地扮狗叫、瘋狂自轉，同埋開始胡言亂語。嗱，如果再危險啲，嗱，楊展康最中意嘅，我最清楚佢啦，追酒飲，咁會出現咩問題咧？就係會開始情緒失控，開始暴躁，甚至陣間盤問咧可能會攻擊友方同學。所以想問友方，你係咪想同一個咁樣嘅對手交手？你係咪覺得辯論意義就在於此咧？多謝。乙方主辯嘅發言時間為4分13秒，冇超時。現在有請在座各位喺 Kahoot 嗰度即場投票，示意對位嘅勝負。好，而家係平手嘅，賽會決定雙方主辯都要飲杯。現在1分鐘時間，給予評判記錄雙方主事，但係都可以有1分鐘嘅時間。現在進入盤問環節，先由甲方發起盤問，再到乙方。首先，我哋有請甲方派出任何一名台上辯員，向乙方任何一名台上辯員發起盤問。甲方準備好，可以先向計時器示意，有2分鐘嘅盤問時間。Testing。試咪。在座各位大家好，18歲以下人士咧切勿飲酒，所以我方咧其實今日冇可能論證到咧任何學界嘅比賽咧係宜醉不宜醒嘅，所以我哋講嘅咧係
唔係實際上面飲酒嗰種醉，而係醉心。我方主編咧交代得好清楚啦。咁所以想問下有方飲杯嘅緣起意義係啲乜嘢啊？但點解你交代嗰個就一定啱？我交代嘅唔一定啱，我好認同你講嘅嘢，你講嘅嘢絕對啱。18歲以下切勿飲酒，咁所以我冇辦法同你討論到呢樣嘢，因為18歲以下人士真係唔可以飲酒，所以學界嘅大家拜託唔好醉酒，係多謝大家。咁所以問翻你飲杯嘅緣起同意義係啲咩啊？18歲以下係唔俾買酒啫，其實佢係可以飲嘅，香港法例裏邊。咁而第二樣嘢咧就係、其實咁我哋係講緊任何場合嘅辯論都唔應該飲啊，唔係淨係18歲。啱先講成個主辯講法庭講律師喎，你係講法庭講律師，我同你講，我哋打辯論嘅時候，我哋諗主線嘅時候，我哋係咪應該醉心於我哋想講嘅嘢，而唔係權衡一啲嘅利弊利益輸贏咧？唔係咯。係，請解釋。咁係因為辯論就係要代表一個立場，然之後你就要盡責地代表個立場去說服其他人啊嘛。係啦，冇錯，盡責地代表你個立場去說服其他人。但係當我哋選擇去講啲乜嘢去說服其他人嘅時候，我哋應該依據於我哋有啲乜嘢證據，社會上面提供啲乜嘢數據，定係我哋真正相信嘅嘢咧？咁如果你真正相信嘅唔係你個站方？真正相信嘅嘢係我嘅站方，但我站於呢個站方，我可以提出唔同嘅立場㗎嘛。正如你今日揀咗實際上嘅醉酒，我選擇嘅係心理上面嘅隨心咯。咁所以你都係有計算同埋權衡，所以先咁解㗎。係啊，冇錯啊，所以今日我嘅計算同權衡唔係在於我權衡於利弊嘛，而係權衡於呢啲係我真正內心想講嘅嘢，而呢啲就係我方所講嘅罪咯。咁但係我哋外人聽落去都覺得你咁樣揀呢個定義係因為你權衡覺得咁樣打有着數嘛，咁都係利弊嘅權衡嚟㗎。係利弊嘅權衡，但係今日我方想釐清嘅嘢係在於，今日我哋到底選擇嘅時候係在於我哋內心真正心之所向想講嘅嘢，定係實際資料上面引導我哋需要講嘅嘢嘛？甲方盤問環節結束，現在進入乙方嘅盤問環節，有請乙方派出任何一名台上辯員向甲方任何一名台上辯員發起盤問。試咪。試咪。乙方準備好可以先向計時示意。嗱，頭先終於聽到啦，我想問你對於最深嘅理解咧，係咪真係話想講自己最想講嘅嘢啊？唔係資料呈現嘅嘢，係定唔係？但係更偏向於咧係我哋本身所相信，同埋我哋睇完同學之後我哋所相信，去上台嗰刻嘅時候，並唔係因為考慮其他唔同嘅因素，例如評判中。啱啦，咁即係唔係考慮其他因素，即係講你自己最想講嘅嗰一套。咁我想問啦，如果落到真正嘅比賽當中，對手又唔認同，評判又唔認同，同你個所謂最深違反，你會有咩反應咧？咪就係你嘅能力上有不足咯。我哋辯論從來冇人保證到人哋一定認同。但係冇理由喎嗱，因為你啱啱所講就係你最相信自己嗰套嘛，呢個係你嘅價值觀嚟㗎嘛。所以當有人反對你嘅時候，其實你係會起晒槓，甚至好唔開心。我用翻你嗰個最深嘅定義。咁所以我想問啊，咁樣嘅態度去處理辯論係唔係最適宜嘅咧？點解最深就等於人哋唔夠認同嘅時候，我一定要起晒槓？因為你頭先自己做，你頭先自己主辯講㗎嘛，你最深就係講嗰套咩資料客觀嗰啲我都唔信啦，就係講自己心之所向4個字。咁而家人反對你嘅心之所向，咁點解會突然間會覺得好舒服呢個人？嗱，你妖魔化晒，無啦啦變成咗最深呢個論點，就變成我冇妖魔化啦，所以確定有你話唔準講內容，你話唔準講資料。嗱，所以其實咧確定咗咧，心之所向咧，你係只會相信嗰套。咁我想問啊，喺呢一個情景底下，清醒又係咩意思咧？係努力論證你個數，讓其他人都相信。咁你最心之所向嘅東西係咪要好似你啱啱主辯咁清醒咁樣去論證，定係胡言亂語都可以論證到㗎？唔關我胡言事，係啲人明明信官商勾結，但係佢唔係，係答翻個問題先。你心之所向嘅嘢係咪要你清醒先論證到先？所以今日從來講嘅唔係純粹清醒同走。好啦，所以其實你係認咗嘅，你要表達出嚟，其實翻我方主線啫嘛。你要表達出嚟，你要將你嘅諗嘅嘢清晰表達，咪就係要你清醒更加重要。你心之所向嗰一套，你自己對住自己講，你唔邏輯順利咁樣講出嚟有咩用咧？我想問。最深自己所信，不受外界影響。你講嘅清醒咪就好。多謝。乙方嘅盤問環節結束，現在有請觀眾投票決定對位嘅勝負。
勝出嘅係粵方，換言之由粵方全隊飲杯。現在進入一副嘅發言環節，先請甲方一副，你有3分鐘嘅發言時間，準備好請先向計時員示意。試咪。在各位大家好，我以為呢場比賽咧係一場價值嘅辯論，就係討論究竟辯界應該點樣發展，辯論員應該做啲乜嘢咧先有價值。但係對方同我哋講咩？呢場係一場生物嘅辯題，一場健康嘅辯題，飲酒有害啊，飲酒會混亂㗎。咁啱嘅，咁你哋講嘅係啱嘅，因為咧你將醉呢個字咧解讀為醉酒，係醉酒係其中一種解讀，但係佢係一種無意義解讀，因為我方今日咧直接承認喺呢種解讀之下咧，你講嘅邏輯。證據全部都啱，唔需要討論啦。你哋贏啦呢個定義 ，OK 冇問題。所以我哋要討論嘅罪係另一種罪，就係我哋主編所講嘅沉醉。沉醉係一種我哋對於信念價值嘅追求上邊。有位同學咧頭先同我哋講，佢話：我哋要盡責咁樣去說服別人。係，我哋要盡責。乜嘢為之盡責？我哋咧喺而家現今嘅辯論嘅圈子入邊咧，我哋好多時候影響我哋決定要用咩論點主線嘅方向咧，往往唔係我哋嘅信念，係乜嘢咧？恐懼。大家諗下，我哋開會嘅時候咧，第一個反應就係：官商勾結講唔好得。第一個反應係咩啊？問咩啊？例子咧、證據咧、數字咧、陰謀論你點講啊？所以你驚輸，你唔想講一啲大家內心真正覺得有價值喺個社會入邊有意義嘅內容。因為你只係驚俾對手問起嘅時候答唔到，呢個就係你唯一，所以你會去用呢個方向嘅唯一嘅原因。而我哋就係覺得，如果辯論要有價值，喺呢一種做法之下，其實我哋唔能夠將辯論嘅價值輸出到一個社會，甚至我哋自己都唔相信呢一樣嘢。其實咧，喺成個準備嘅過程入邊咧，張介聰咧不斷去講我哋辯界現況嘅問題，我都會有一個疑問嘅。就係一種條件反射嘅反應，就係對方所講嘅嘢。你話辯論圈好多人都係以利益或者勝負為先，有咩調查？有咩證據？佢直接答我冇。跟住我內心嘅諗法就係，即係前輩真係前輩，即係前輩就可以咁霸氣，就直接同你講佢冇。但係我諗一個問題就係，佢咁講咧唔係錯，而係佢想話俾我聽咧，即係我再深思，我覺得佢想話俾我聽。有啲時候，我哋對話嘅對象唔係每一次都要用一個調查嚟到同大家共情。如果大家喺準備辯論嘅過程入邊，經常性都會覺得我唔想講某樣嘢，我唔敢講某樣嘢，唯一嘅原因就係因為我擔心我贏唔到呢場比賽，而唔係我想同對方同評判喺信念上邊有一個交鋒嘅話咧，呢樣嘢係脫離咗我哋對辯論嘅價值。當然對方頭先提出一個好具體嘅問題，佢話：咁如果你相信嘅嘢唔係你嘅站方，或者唔係你嘅站方唔係你相信，咁點算啊？其實唔會，因為咧我哋作為辯論員咧，我哋有換位思考嘅能力。你唔相信同性戀要婚姻要合法化，呢個時候你就跳喺對方嘅立場或者另一方嘅立場底下咧，你會有佢嘅信念，嘗試說服觀眾。但係重點係你係跳入另一種信念底下說服觀眾，而唔係不斷諗究竟我有冇資料咧，有冇數字咧，有冇足夠嘅論據咧？呢一種先係我哋認為有價值嘅辯論。多謝大家。甲方一副嘅發言時間為3分11秒，冇超時。現在有請乙方一副，你有3分鐘嘅發言時間，準備好請先向計時員示意。試咪。真係唔知原來有方想同我哋討論價值辯，因為在座各位大家好，條辯題咧就係有方交嘅，咁我哋就以為啦，其實喺飲杯呢個場合，咁第一樣嘢首當其衝啊，梗係討論要唔要飲酒精嘅飲品啊，點知原來討論價值辯唔緊要啦，我哋都好清醒咁樣咧，先收割咗對方承認咗酒精原來喺實驗判斷上咧討論過去，咁呢個清醒地我方贏咗啦，陣間記住大家都清醒地可以投票。咁跳翻落去價值辯嘅層面，其實有方同學咧今日嘗試將嗰個定義扭曲成乜嘢咧？醉就係醉心，就係投入。咁調翻轉，我方都好不解啊！去到而家都未理解到究竟乜嘢係一個清醒嘅狀態咧？究竟乜嘢係一個我好投入辯論，但
但係又可以清醒咧？咁我咪分。如果喺呢個狀態底下嘅話，我要既好似有方咁講，要投入辯論，達至嗰個最深嘅狀態，但我又有一個相反嘅清醒狀態喎。咁我係咪真係唔投入辯論就係我嘅清醒狀態咧？呢樣嘢係好詭異嘅。所以煩請有方同學咧，陣間出嚟交代下你嘅清醒同埋最深嗰個真正嘅界定嘅分別係點樣？但係都唔緊要嘅，跳入去有方個價值嘅討論，有方同學想嘗試去討論咧辯論應該點發展？其實我方都覺得，就算用你嗰個最深嘅理解，我方都覺得辯論係不宜太最深。點解咧？用你啱啱講嘅例子，首先唔明白點解官商勾結係冇理論可以去證明啦。但係唔緊要啦，用你嗰個講法，喺唔同場合嘅辯論上邊，其實你見到議會辯論底下，官商勾結，我哋都係要好清醒咁去指出證據，點解係官商勾結？係咪以前嘅議員黃毓民啊、長毛呢啲都係有理有據地去指出對方嘅錯誤啊嘛？咁唔通有方同學又覺得佢哋好投入嘅時候，最深就完全係冇理據嘅咩？更加唔好講咧，有方主辯嘗試去講咩咧？賴楚賢老師我哋嘅前輩佢話我哋咧喺陶醉嘅時候咧就可以咧抵受到評判嘅指責啦。但係調翻轉啦，如果佢係越醉心，佢會係咩表現咧？佢會越依賴自己嘅主線咯，佢會越就覺得喂唔係喎，我設計條主線出嚟，你憑咩去指責我？呢個咪就係最深嘅表現咯。而對方介 Sir 喺啱啱盤問嘅時候，都係反映咗呢個情況㗎，係咪？差啲唔記得咗呢個係盤問，要反問翻對方，呢個咪你最深嘅表現咯。所以我哋調翻轉覺得辯論係應該要清醒，呢個係一個有規則嘅遊戲。我哋唔係要好激動，係我哋唔係要好似同人嗌交咁樣，而係我哋要按照翻辯論佢嘅規矩。你今日嘗試將一個論點開做4個論點，呢個就係你清醒地去分析、去評估過原來可以用4個論點去擊倒我方嘅，呢個咪就係清醒嘅表現咯。而再進一步嘅時候，去到辯論，唔好我哋講輸贏講記唔記得呢刻都好，太醉心甚至飲醉酒，我都可能忘記呢一刻㗎嘛。我都雖然後邊有錄片啦，但係片段可能會冇咗。但我就要清醒地記得呢刻，我打成點，打得差都好，我清醒地記得，呢個咪作為一個辯論員最開心嘅時刻咯。多謝各位。耀方一副嘅發言時間為3分10秒，冇超時。現在有請現場觀眾投票決定對位勝負。勝出嘅係粵方一副，換言之後，粵方一副飲杯。現在有請甲方二副，你有3分鐘嘅發言時間，準備好請先向計時員示意。試咪。在座各位大家好，我有少少醉啦，心跳開始加速，所以咧我想問大家幾個問題嘅。第一條問題，大家覺得自己同長毛有咩分別咧？首先髮型上面咧，我相信係相似嘅對於我嚟講啦。但係個重點係啲咩咧？長毛打嘅辯論咧冇評判嘅，但係我打嘅辯論比賽咧係有評判嘅。所以咧有時候咧，我哋為咗着重個目標，就會失去咗我哋嘅本心。長毛講得有證有據，咁講自己想講嘅嘢，大家打辯論比賽都一樣，最深啲辯論打辯論比賽都一樣，你都會有證有據。但係個重點係咩啊？我有證有據，但係呢個論點再有證再有據一啲啊嘛。於是清醒嘅大家會點樣揀啊？梗係揀個再有證再有據，賽果上面我會贏嘅論點啦，係咪？咁所以今日有方我唔係同你講話，我最深咁打辯論，我就唔講證據，唔講數字，而係我同你講，當你選擇呢一個論點嘅時候，我哋要着重於初心。咁所以我希望第一樣嘢提醒大家嘅時候，打辯論比賽咧，我哋有評判喺度嘅，但係我都希望大家可以諗長遠少少。好啦，跟住咧第二個問題，我想問大家。因為咧，啱啱有方話咧，贏嘅比賽咧就係最開心嘅。但我想問大家，你能唔能夠回憶起任何一場比賽？你記得嗰場比賽，因為分差上你贏得最多，票數上你贏得最多咧？我記唔起。我能夠記起嘅比賽咧係邊一場比賽？我準備得最爽，我打得最爽，我講得最爽。所以咧，我唔知道大家心入面係咪同一把尺。但可以話俾大家聽，當我醉心於論證緊自己真正想講嘅嘢，喺好多年前我打 AIA 杯嘅時
時候咧，好認真咁將呢個強積金咧由頭到尾咁衷心地相信，喂真係呃錢嘅喎呢單嘢嘅時候咧，我係講得最爽嘅，所以希望大家咧都可以揾到啲自己堅信嘅嘢咧去講出嚟。好啦，回應翻先，繼續 sorry。第二條問題，到底打辯論同埋做數學卷又有咩分別咧？嗱，好明顯嘅分別咧就係我飲醉酒咧，我一定做唔到數學卷，但係咧我飲醉酒咧，我一樣打到辯論嘅喎。唔知大家咧有冇睇過歷史上面啲人咧，即係嗰啲好勁嗰啲哲學家，佢哋點樣做討論？嗱，喺我讀政治嘅時候咧，上過一堂啦，咁然後我就第一次聽到一個英文字叫 symposium。咁於是我就上網睇，到底呢個字係咩嚟嘅咧？原來佢係一個好大嘅聚會啦，一大堆詩人啦、哲學家，佢哋會飲酒咁樣討論。中國古代會吟詩作對，歐洲佢哋會做啲咩咧？佢哋一樣會飲酒，然後會討論時事，會討論政弊。咁所以咧，今日想話俾大家聽嘅就係，有可能同我哋講話，我哋必須要清醒，先能夠貼近本質，先能夠講到清晰咁表達我哋想講嘅嘢。但係實際上係唔係咁樣咧？我哋睇翻古代，睇翻以前啲人點樣做，睇翻而家啲人點樣做。喂，其實講真，你睇荼毒室啊，佢都會飲酒嗰啲精華最好睇啦。我唔知大家有冇睇開啦，我就好中意睇嘅。咁所以講翻，康同楊子康同我講話咧，你第一堂辯論堂咧就係學乜嘢叫定義。但好可惜咧，喺德南辯論隊入面咧，我哋好少有辯論堂嘅，因為咧通常咧都係因為要打比賽咧，咁於是咧就搞到不停咁樣打比賽。係啦，唔怪得知，冇錯，可能我唔係一個好標準嘅辯論員。你問嗰啲咩辯論框架，講真，第一次聽嗰啲咩邏輯理論咧，係我喺大學嘅時候上 logic 堂嘅時候，咩 A 等於 B，B 等於 C，C 唔等於 A。講真都唔記得晒，最後咧攞咗個 pass。但係我希望大家都可以認可，就算醉酒醉心，大家一樣可以成為一個好嘅辯論員。多謝大家。甲方義父嘅發言時間為3分08秒，冇超時。現在有請乙方義父，你有3分鐘嘅發言時間，準備好請先向計時員示意。試咪。評判主席在座各位大家好，嗱，即係唔怪之得，原來因為阿介冇教啊，你喺德蘭嗰陣，咁我亦都唔怪之得，原來阿介堅持到今時今日都係唔想去搞清楚個定義嘅，即係你條題目，大家諗下呢個 pattern 呢個句式，冤家宜解不宜結。OK， 咁你個解同結要係同一個天秤嘅兩邊嚟㗎嘛，要係相反詞嚟㗎嘛。咁如果你將個罪字夾翻咗做陶醉，咁個醒係咩啊？不陶醒啊！我冇學過呢個字啊，教中文嘅阿介，喂，大佬啊，呢條辯題咁樣理解，咁個原因咪就係因為你好清醒地計算過咯，你用咗賽會俾你個7日去諗死啦。如果真係好似賽會咁打，同埋你煲條辯題出嚟嗰個諗法嘅話，冇得打嘅喎，死啦！抽中甲方點算咧？於是你就夾硬去扭曲個定義啦。我唔知你咁樣係清醒定係醉。不過咧，我淨係知道你今日咧真係太過陶醉於自己個醉嘅定義，所以你係每一個位都冇同大家做清楚嗰個清醒嘅定義係乜。即係你淨係打緊辯論而醒啫，但係條辯題仲有幾隻字㗎嘛？咁不宜醉嗰個部分，或者不宜醒嗰個部分，你對於個醒嘅理解係乜先？我頭先聽到咧，你哋個醉咧係等於勇敢啦，等於真誠啦，等於唔使講資料啦，等於講自己心中所想啦，等於唔使衡量利弊啦。嗱，我當你全部啱晒都好啦。如果我黐咗線嘅話，咁醒咧？咁醒就真係懦弱啦、虛偽啦，講資料就等於醒啦，不過就唔夠醉咯咁樣。衡量利弊啦，即係如果單利弊辯題，我哋嘗試衡量利弊，你太醒啦。咁評判即係你見到阿介，你哋小心啲啊！如果做評判嗰陣，即係你明唔明？究竟你將個醒咧係你妖魔化咗個醒，跟住你又唔去解釋個醒係點解，咁你咪好醉咯而家，因為你真係太過沉醉。於是咧啱先聽到莫曉賢所講，原來咧佢哋對於醉嗰種最中意嘅地方係乜嘢咧？就係可以講到自己嘅本心。佢覺得辯論係應該講自己心中所想。咁於是我就問你啦，咁法律界律師都要代表佢個 client 啊，係咪？即係呂天恩同埋陣間評判都喺度。咁你個問題就係乜嘢咧？你太過沉醉於自己嘅本心咧，你會忽略咗仲有個天地同埋仲有個眾生嘅。即係辯論咧，唔應該係一種獨裁者嘅心情嚟嘅，唔係你自己中意點就點。你辯論係應該要尊重對手，係應該去聆聽同你唔同嘅立場，然之後去貢獻個世界嘅工具。如果係企喺呢一個點去睇嘅時候，係咪仲係齋講自己心中所想，就等於係醉，就等於係適宜咧？嗱，溫家就宜解不，唔係溫家咧，溫家就宜醉不宜醒啦，就真係今朝玩到5點幾6點。但係今日我哋企喺呢個辯論場上，無論係表演賽、法庭嘅辯論、議會嘅辯論，以至到係我哋私底下同大家有一啲哲學上面嘅辯論。Symposium 咧就係嗰班人去玩乜嘢咧？去玩嗰啲年輕男性嘅肉體嘅。如果你真係有睇過 Symposium 嘅話，
但係如果你真係講緊嗰種希格拉，即係蘇格拉底裏邊嗰種希臘嘅辯論，係講緊走入個市場裏邊去荼毒嗰班青年，係教佢哋飲酒嗰隻罪啊，係教佢哋醉心於自己嘅世界啊，定係想佢哋清醒地睇下希臘嘅社會發生乜嘢事呢？多謝各位。月方兒父嘅發言時間為3分11秒，冇超時。現在有請現場觀眾投票決定對位勝負。獲勝嘅係月方兒父，換言之後，月方兒父飲杯。現在我哋會進入自由辯論環節，雙方各有3分鐘嘅發言時間，先由甲方開始發言。準備好請先計時嘅先。我哋想申請唔用咪嘅，因為哦，好啊好啊好啊。條片唔一定喺度喎，係無論條片最終存唔存在，我哋呢邊申請得我一個人用咪。係唔好意思，我哋好清醒喎，真係。我哋太陶醉啦。好，咁甲方準備好嘅話，可以向計時示意。今日好明顯係我話定義之爭啦。咁你話咧，我哋從來冇講過陶醉相反係乜？咁一個人咧，佢唔夠沉醉、唔夠陶醉、唔夠迷醉嘅時候咧，佢咪就係會更加清醒咯。而一個人咧唔夠，即係當佢好沉醉嘅時候，佢就係冇咁清醒啦。請問有錯定冇錯？唔係咁，佢陶醉喺辯論，咁咩時刻佢會清醒咧？就係佢唔參加辯論比賽啦。我唔係問緊你時間，你唔好跳走。我問緊你定義。今日請答我。沉醉、迷醉、陶醉，相反係咪佢會更加清醒？唔係，咁你都唔好嘗試迷醉、陶醉，即係個聲都聽到我幾迷醉嘅咁。唔係咁，我作為一個辯論員，係咪而家大家都好醉咧？我作為一個中文老師話俾你知，我哋講嘅就係一個正式嘅定義。今晚有分同學就係兩次唔答，睇到咩事啦？用翻你哋嘅字眼，你話咧醉就係受酒精影響。咁今日咧，醉就係受其他初心以外嘅考慮影響。醒咧就係講緊話佢會考慮其他嘢，而醉嘅話咧，佢就係沉醉於佢自己嘅所想，而唔會受其他外界嘅影響，係定唔係？嗱，唔係你講咗好耐定義，但係咧你嘅講法好巧妙，因為咧你話醉嘅相反係唔醉就叫醒啦，但係實際內容係啲咩？嗱，我方義父問咗你醒係咪真係等於懦弱？係咪真係等於唔講資料？係定唔係？唔係啊，就係全場你哋不斷妖魔化。今日你哋成日講話齋講自己所信，任何辯論員上到台，從來都係力證自己所信嘅啦。而呢個力證嘅過程中會包括資料㗎嘛。咁今日好簡單啫，有位同學你直接答，好似頭先所講，你明明係相信咧最大你最信嘅係官商勾結，但係你驚好冇資料，驚評判唔信，於是佢選擇咗咁我唔打啦。呢個情況你係支持定係反對？唔係，醉係唔睇唔理啲資料講心之所向嘛？你呢個前面講㗎嘛？你而家又話要睇資料，咁所以你係睇定唔睇資料咧？咁到底睇資料係醒定係醉咧？搞清楚基本比較點，我哋先討論到㗎嘛。咁麻煩你搞翻清楚先啦。啱啱咧用咗你大家同長毛為分別，想嘗試去解釋到底用資料定唔用資料用。咁但係到底邊個多啲資料就係你清醒之下作出計算，而唔係你選擇邊一個係一個更清楚、更正確嘅方向嘛？咁所以想問翻有空堂，今日咧我都係同意嘅，就係、無論你醉心定清醒，同樣你都應該要據理力爭，揾資料去論證。咁但係當我哋選擇嘅前提係建基於心之所向更好啊，定係建基於邊個更多資料更好啊？嗱，你講咗好多嘢，但係咧其實立場咧得幾個，你承認咗第一要用資料啦，第二你啱啱義父發言又話長毛係清醒嘅代表，咁即係點咧？即係用資料係清醒定唔清醒，定係迷醉定陶醉咧？你講嘅嘢係矛盾，我哋搞翻清楚先。咁啊，即係其實用資料嘅人都係可以係好清醒，又可以好迷醉，定係點樣咧？到底？唔係，
你講長毛，當你走出嚟講嘅時候，我哋講緊嘅辯論場上冇乜隊係會用呢個內容。你同我講長毛，咪就係你唔敢用辯論場上啲人嘅例子咯。好簡單情況一，佢好醒嘅，就係有啲隊有陣時第一日明明覺得口型係啱，但係覺得好難揾資料，佢一兩日就已經放棄咗改打其他嘅內容揾其他資料。但係正確嘅方向係咪應該努力就自己所信？你有7日時間，努力之後揾資料，努力去證明啊！算啦，我諗即係我驚再打定義，大家都沉咗啲定義。我跳翻入去問你啦。好啦，你既然話睇資料，咁如果我睇完資料，我清醒地認知到睇嘅資料同我心之所想有衝突嘅時候，我應該點做？唔係，有個同學就係你去揾資料去相信。如果個前提就係你相信呢樣嘢係最有道理㗎嘛。揾完資料之後，你更加信另一個內容，你咪講你最信嘅內容。講最信嘅內容，你同唔同意？而家辯論界別因為唔同因素，大家有時唔係講自己最信嘅內容，係定唔係？所以其實講到尾就係啦，我一開頭心之所想，陶醉喺嗰個時刻嘅時候係一個罪，然後我睇完資料清醒到認知我嘅認知有錯喎，然後再改我嘅認知，跟住又係陶醉，咁所以都係冇醒過咯。唔緊要，再跳入去第二個情景，有方要嘗試討論罪嘅狀態啊嘛。如果我由心相信一啲好敏感嘅話題，譬如唔可以觸及嘅法律，我想講，咁我講唔講咧？所以飲杯咧，有陣時咧冇任何錄影喺某間房裏邊討論某啲嘅辯題，我哋大家係最好嘅嗰個辯論狀態。你同唔同意呢樣嘢？而其他地方我哋有顧慮，收埋冇講，嗰個係冇咁好嘅狀態，係定唔係？唔同意咯，用翻如龍哥哥嗰個講法，對辯論嘅發展呢個都唔係最好咯。咁我哋點解要偷偷摸摸係用你嗰種咁最深嘅狀態去私底下好似 symposium 咁樣，唔知喺度聚會嚟做乜咧？點解唔係堂堂正正用一個清醒嘅狀態去打辯論？哥白尼係醉定醒？係醒嘅，咁但係當時個個都覺得佢醉啊。所以咪眾人皆醉佢獨醒咯。咁我哋而家做哥白尼定做教廷啊？喂，咁我同學佢當時就係個個都覺得佢醉，所以佢嗰個狀態咪就係醉咯。同我講而家你知道佢係醒，但當時佢係醉嘛。不過打辯論呢一刻，我最中意自己講嘅嘢，我咪就係醉咯。即係當時哥白尼係醉，我係咪醉咗啊？如果你嘅醒嘅意思咧係要有邏輯嘅話，其實我哋係唔會反對嘅。但係而家個問題係，我哋最深喺自己相信嘅嘢，就算資料見到，我信念要調整，係因為資料要調整個信念，定係因為得失而調整？甲方嘅發言時間已經用盡，請乙方用埋餘下落嚟嘅發言時間，你有54秒。我係好感激有方同學不斷地認同我方嘅立場同埋定義嘅，但係你唔可以一邊認同，但係一邊死撐你自己嗰個定義噶嘛，所以你嘅認同都係虛偽。咁所以有方同學，如果你真係搞清楚你自己講啲乜咧，就係罪咧就係講出自己心中所想同埋相信自己心中所想。咁我問你咯，咁醒就即係唔罪啊嘛，咁即係醒嘅人就必須要唔相信自己心中所想同埋唔講自己心中所想。咁所以我就唔理解點解喺呢個情況底下，你又留咗個可變性俾我哋咧，你又係打緊場有意義嘅辯論比賽咧，係咪？你都係屈緊個定義啫。咁所以但係個問題你咁屈，你仲要講埋字典添，兩個字都係走字部嘅。你好意思同我講兩個字都唔關個走字，唔關飲酒事喎。咁所以其實有方學，你無論從中間嘅角度、辯論嘅角度，有冇意義嘅角度，有冇可變性嘅角度，甚至你個一堆反思乜一個現況嗰4個1都彈翻晒俾你啦。你可能真係攞4個1嘅。如果最佳辯論嗰個辯論員計分最低分係1嘅話，咁所以喺呢個情況底下，有方同學可唔可以即係搞清楚啲嗰個醒嘅定義係乜嘢咧？多謝各位。乙方嘅發言時間亦都用盡，自由辯論環節結束。現在有請現場觀眾投票示意自由辯論環節嘅勝負。勝出嘅係乙方，換言之由乙方全隊飲杯。現在進入1分鐘嘅結辯準備時間。
準備時間結束。現在先有請乙方結辯，你有4分鐘嘅發言時間，準備好請先向計時員示意。試咪試咪試咪，在座各位再一次大家好。其實呢一場比賽咧喺辯論入邊係幾經典嘅，因為雙方打緊個唔同嘅定義。唔知在座各位堂仔有冇呢一個咁樣嘅經歷？無論喺任何辯題，甚至係政策嘅辯論，其實都可能會出現呢種情況。嗱咁所以咧，我只係想花1分鐘嘅時間去歸結一啲所謂定義或者技術上嘅嘢。餘下嘅時間咧，我想攞嚟討論有方好真心誠意同我哋討論嘅價值問題。嗱，首先喺技術部分咧，其實有方有啲乜嘢地方係已經承認咗宜成不宜罪咧？包括酒精部分完全承認受方主線啦，包括有方喺自由辯論都同意所有道理要用邏輯資料係要咁樣先可以同我哋討論啦，呢啲全部認晒嘅。咁到底勝負定奪，如果擺喺個辯論當中咧，就交俾各位嘅觀眾同埋各位心入邊所諗，到底符唔符合定義？如果唔係咧，其實今日係我哋永遠叫唔醒裝睡嘅有方嘅，因為你係永遠都可以搬住你嗰套道理講1萬次，講1億次，係唔會有一個結論。咁但係呢樣嘢咧，正正交翻俾清醒觀眾做定奪。好啦，時間去到價值嘅問題，其實今日我方完全理解，你哋想同我哋討論咧，係一個經典嘅辯論員嘅掙扎。當你收到一條辯題，個站方唔係你心之所向嘅時候，你要點樣處理呢？嗱，好多時候你會覺得，我係咪要為咗嗰個勝負而講一啲違心嘅説話，定係我要點樣？係咪要用勝負嚟凌駕背咗有方二夫嗰個強積金表，跟住覺得強積金其實失敗，俾呢啲嘢蒙騙咗自己？可能各位辯論員有呢一種後悔，覺得辯論嘅活動就此冇乜意義。令我突然間諗起其中個賽會同學曹漢都講過類似嘅嘢，就好憎辯論比賽。但係我諗跳翻出嚟，要諗一個問題係，辯論比賽入邊爭取勝負，同你所講心之所向嘅嘢，係咪咁多時候有違背呢？甚至係咪唔可以有一個位係攞到一個平衡點呢？嗱，明白站方、明白資料、明白勝負係好重要。即使放翻喺辯論比賽嘅呢一個層面，學界辯論去討論，有陣時你抽到違心站方，你選擇嘅論點、選擇嘅資料、選擇嘅演繹角度，你都可以，即使你係違心站方，你都可以講啲你更價值上你比較相信嘅嘢。冇人話你一定要講某一套嘅睇法，冇人話你一定某一套嘅論述，甚至用一啲你唔相信嘅資料。更重要嘅係心之所向，個向唔係對住心，係對住外面，係對住個評判，對住你嘅對手啊嘛。所以更重要嘅係你希望將呢個信息話俾佢聽，而呢個部分咧，有方正正係最清醒地明白邏輯、資料、說服、演繹係最重要嘅部分。所以問心嗰句，心之所向嘅向係指住自己，定係指住全世界咧？呢一個都係交翻俾大家定奪。再上升多一個就係辯論之於生活嘅層面。辯論咧，我哋成日都覺得係學界辯論啊，甚至我方都好狹窄，我方都承認啦，都俾啲弱點，俾啲弱位你走啦。議會辯論啊，嗰啲係好打得好窄啦，你冇得打啦，係咪？但係放翻落生活當中嘅思辨，即使係你左腦同右腦嘅思辨，心之所向，經常會令你跌入一個心魔當中。你會覺得你諗嘅嘢係唯一正確嘅道理，就好似今日唔知大家自由辯論聽唔聽得明？有方同我講咩，我係唔係好聽得明？因為佢以為佢嗰道理好說服到自己。放翻喺生活咧，呢種所謂心之所向係好辛苦嘅，因為你以為嗰個道理啊，你同你阿媽阿爸鬧交，你同你情侶鬧交，你同你爺爺嫲嫲有政治嘅爭拗，你以為你自己啱晒嘅。但係真真正正清醒嘅人會發現啲乜嘢咧？原來自己係未必咁充足。你嘅心之所向唔係真係一定係啱，呢個就係辯論最本質嘅地方。如果唔係，點解你講嗰啲 symposium，你講嘅唔同嘅哲學家要質疑自己嘅想法？有方義符學社會學嘅，社會學就係質疑自己嘅常識，從而揾一套價值出嚟。如果人類只係識心之所向，咁辯論價值到底何在？麻煩有方結辯正面回應，多謝。乙方結辯嘅發言時間為4分12秒，無超時。現在有請甲方結辯，你有4分鐘嘅發言時間，準備好請先向計時員示意。試咪。
先問。主席評判最後嗰位，講得好。我係掉咗4條辯題俾賽會去揀嘅，都係同辯論、同酒醉等等有關係嘅。咁正如佢哋所講啦，我掉咗其中一條就係呢個辯論宜醉不宜醒。其實我本身都冇諗到醉同醒各自可以咩定義，但我肯定，就算我嗰日諗都冇諗，我肯定我個醉嘅定義當然就唔會係講緊拎住酒醉嘅狀態上台比賽啦，因為我自己都打緊小學辯論㗎嘛，咁唔通小學生酒醉住上台辯論咩？但係我哋喺討論嘅時候都有諗過，醉同醒各自可以點樣定義？我哋只可以有好多唔同種嘅定義。我哋選擇呢一個，第一個原因，我諗大家都知啦，因為我哋信就咁簡單。而反方呢，我哋係諗過反方有唔同嘅定義，而我係曾經諗過，其中一個有可能係最冇意義嘅係呢個定義。於是，我哋諗過，如果對方係講呢個定義嘅時候，我哋唔反對㗎，咁點算呢？我哋就會做一個正常辯論比賽係唔會出現，得今場呢個飲杯比賽先會出現嘅情況係咩啊？係咯，就係完全承認對方嘅定義內容。但係冇錯㗎，點解啊？因為更加好嘅、真正好嘅辯論咩唔係就係你唔同意，你講唔同意；你同意，你講同意。但係一般平時我哋各種嘅辯論比賽嘅時候，你哋絕對會知道同擔心。我咁講嘅時候，評判可以你認晒，正如你哋今日不斷做得好好，不斷攞分啱㗎。但係我哋冇問題，你不斷講話我哋承認，我哋係承認，因為我哋曾經都好想，總之就係討論我哋今日嘅我哋嗰更有意義嘅定義。點解呢個定義更有意義而唔係你講嘅冇可變性啊？因為今日我哋嘅主張其實係違反大家做緊嘅事情嘅，因為我都做唔到，我哋都做唔到。大家都知我哋本身帶緊辯論嘅時候，好多時我哋唔能夠做到我哋所講嘅各種真正的程序。更少的計算，好難做啊！但係好難做唔等於佢係錯。不嬲，我哋人嘅成長過程中，成日有好多唔同嘅，我哋會顧慮越嚟越多，於是我哋做錯。我哋自己帶隊有陣時，你哋都會可能考慮唔同嘅因素，出人出完之後，你會後悔或者自己出錯人。我上年打啲比賽，我有時翻去我都會諗，某啲嘅內容其實未必係咁得，某啲人唔係應該咁樣出，但係嗰時係錯咗。原因係咩呢？可能就因為考慮其他啲冇咁重要嘅勝負計算等等。咁你有人提醒咯，今日我哋就要提醒，因為你講緊嘅就係現況，如果係太清醒，我哋要宜醉不宜醒。好啦，咁今日呢，有可能同我哋講話，我哋一直咧都會處理到兩個喺自由辯論話咗俾你哋知道啦。其實迷醉、沉醉、陶醉等等，相反係清醒好清晰。於是按翻你哋自己講話，醉唔醉，你哋覺得要睇嘅就係受唔受影響。所以好明顯咪就係講緊醉嘅就係沉醉於你嘅初心，不受其他嘢影響。醒嘅時候，咪就係你竟然考慮其他嘢更多於你明明最信嗰樣嘢。於是再落去有可能我全場真正佢口中講嘅妖魔化係咩呢？我讀俾大家聽，有可能我妖魔化啲咩辯論呢回事。佢同我哋一路講緊嘅係講緊話，就係要揾翻，就係要揾翻，就係要揾翻。因為我啲字好亂，緊要我諗翻啦。例如啲資料，我哋唔揾資料啦，於是等等嗰啲啦。咁但係今日有班同學真係㗎，唔緊要。我覺得最緊要係我哋所相信嘅一個核心嘅內容。所以當我跳出啲妖魔化嘅時候，我想講有可能所有妖魔化咩8、9其他應該全部係有一個共通點，同辯論內容冇關。佢唔係討論緊內容，而我哋好着重嘅係內容。於是今日當講到實際內容，例如我明明相信官商勾結，但我唔打，呢個係一個唔好嘅情況。可能我實際例子就會唔打㗎啦。甚至乎呢樣背後講嘅顧慮。去到頭先有可能我講下顧慮，我咪就話俾你知。例如我哋香港好在就係仲有一個飲杯，我好在就係飲杯呢個比賽有陣時大家真係好放心信任喺裏邊能夠講到某一啲你出邊都有猶豫講唔講好嘅，你能夠減少你嘅顧慮，講得更加多你嘅真心説話，咩唔係最好嘅辯論狀態咩？呢個係真嘅。於是再延伸落去，有可能我最尾同我哋講人生嘅價值，人生有時係咁咯，醒目清醒，大家都追求。但係佢唔一定係最啱。有個同我講緊，我哋平時辯論都會打安全牌，但我哋更加應該嘅係打自己內心所信。多謝各位。教科結業嘅發言時間為4分13秒，無超時。現在有請現場觀眾投票決定對位嘅勝負。勝出嘅係甲方，換言之係由甲方結辯人杯。
應該分爭辯比賽告一段落，而家我哋會進入一個10分鐘嘅休息時間。比賽結束，我哋先有請雙方飲杯。而家雙方辯論員可以先到台下就座。咁喺放 break 嘅同時咧，就邀請大家 scan 而家嘅2個 QR code 啦，分別就係決定表演賽嘅賽果，係有雙方勝負啦，同埋最佳辯論員，以及呢一張飲杯嘅意見表。就假設我哋如果可能會有下屆的話咧，就收集下大家嘅意見。謝謝大家。